我話呢個位。後邊，等我哋前先一齊。望住啦，望住啦。現場圖大熱暫時係8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大外檔要搶啊，黃金風速啊，中間有白衫嘅利顯天下，63裕達寶區埋邊淺藍就仲有雙天寶馬，咁啊內欄位置啦，灰馬就喜悅一生啊，響外邊紫色衫呢就皮具大師啦，馬林中間淺藍衫藍眼罩有永勝金區啊，後多層黃衫大面箍啊金得意啦，內欄咁啊仲見到馬匹有呢隻幸運同行啊，後邊5匹馬有黃金劍紋烈火駿馬，尾衫黃衫係英雄本色啊，後邊2匹馬啦。埋邊呢就係滿載歸來啦，63紅眼罩拍住佢喺外邊呢係大熱門嗰隻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咁啊啱啱過咗呢14米段處咯，黃金風速就順利貼欄放到出嚟㗎啦。後邊嘅馬有裕達寶區雙天寶馬啦，外邊係皮具大師，中間利顯天下響第5，內欄第6嘅喜悅一生啊。後邊嘅馬啦，淺藍衫藍眼罩，跟住個第7位永勝金區啊，內欄仲有幸運同行啊。後邊嘅6匹馬啦，金得意烈火駿馬黃金劍紋啊，尾衫係英雄本色啊。尾二就滿載歸來啦，暫時殿後仍然係63眼罩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啦喎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呢就唔係好喐過嘅。咁啊見到呢隻呢就黃金風速依然係自己貼欄放啦，裕達寶區第2位啦，雙天寶馬埋邊第3，皮具大師外邊第4啊，中間第5啊，就係呢隻利顯天下，內欄第6位有灰馬嘅喜悅一生啦，淺藍衫藍眼罩永勝金區要攞出去啦，攞埋出嚟中檔淺藍衫棗紅色帽呢，仲有幸運同行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外邊呢就金得意啦，再後啲先到黃金劍紋走入邊喎，烈火駿馬頂出去啦，英雄本色大外檔香港精神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黃金風速仲有1個馬威優勢啊，見到中間位置皮具大師係上咗少少嘅，外邊永勝金區上緊嚟，出邊有金得意大外檔係香港精神，入邊叫位上仲係喜悅一生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黃金風速之嚟半個身位，中間喜悅一生越逼越近，外邊永勝金區大外檔仲香港精神。接近終點第1名，外邊冚上嚟，永勝金區力壓埋邊，喜悅一生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放頭嗰隻呢個呢就係黃金風速同埋大外檔，由包尾追上嚟，香港精神需要影相啊！結果先拔頭籌，係咪呢隻永勝金區終點前力壓喜悅一生呢？第3應該埋邊高盤㗎，嗰隻黃金風速由包尾追好多㗎，香港精神似乎係跑第4啊！好啦，丁冠豪今日大軍壓境啊，頭場啊先贏隻永勝金區先，臨尾落飛落到4倍啊！第2名攝得好靚啊，喜悅一生。第3啊入邊嘅黃金風速啊，第4啊出邊香港精神，爭啲得喎，馬房第3選喜悅一生，仲要後備保入。